幸福好出味，随意好料理。Oh my lord， 买什么咯？买猪肉猪肉。你今日要买猪肉？无啦，要煮猪肉。来，这道料理，唔是安尼看呀？无啊，猪肉。哎，你唔知有人留言讲吼，看安尼翁仔某煮菜感觉是浪漫的。无啊，因为翁仔某其实我进前我参迄个。伊个是我唔对。唔是你，我进前参骑马还是参我去参越南节咧来伊来食啊咧资料咧先有讲啊，讲我有讲着，其实因为翁仔某真正无一个时间好好啊坐落来，好啊讲一个。相处啦。对啊，所以变做尾下来为翁仔某哦，因为无闲工课，所以到尾来可能感情嘛得咧直直疏远的。所以你看，其实咱伫灶骹做这料理，其实嘛是当增温。对啊，利用煮菜的料理这时间，两个好好啊有一个互动。就是讲是一点仔小玩家嘛，无要紧。对啊，会当拿口角嘛，无要紧。会当拿讲者讲，哎呦，你什么？你迄个工伫恁公司有啥物？遇到啥物代志啊？大家会当提出来讲啊，安尼啊，嘛可以请过来啊，安尼啊，对啊。啊，你今仔要煮啥？讲这样菜足。你要卖什么咯？猪肉，我讲这足厉害，这是迄个第六感生死恋，有感情的鸡鸭肉。但是个不觉第六感。对我头想的，哦，迄卖咯遐。阿咩做？我这道菜吼，是我相信啦，咱中南部吼，啊像我这年纪的吼，讲到这个鸡鸭肉吼，拢是大家第一个想到就是可能因妈妈，还是讲因阿妈，煮因囡仔的时阵，就拢煮这样菜。古早味团情，对，因这样菜足简单，而且佫唔免动鼎动灶。唔免点哦切面，我足简单的，而且吼用电锅。较客的，你透早要出门，哦，许多人来买，透早出门，敢若剩囡仔咧厝的，你这个菜较用的啊。你那当白饭叫起来，煮一点白饭，安尼足简单的。来，咱个猪的脚肉吼，来爱先洗吗？唔免。唔免洗，因为要烤脆。对，蒜头，我吼，我最爱尝足多蒜头。这蒜头落去吼，哦。蒜头杀菌。足香的。这是鸡鸭吧？鸡鸭罐。啊，鸡鸭罐哦。这样才好食，歹食就是决定伫个鸡鸭罐，因为这鸡鸭罐为像咱伊用这脆鸡啊。脆鸡。有的人爱用烂鸡啊。有的人腌鸡。对，烂鸡就腌鸡，其实拢会使，这在人食的口味。啊，我是较爱用这脆鸡啊，脆鸡啊吼，咱看咱肉的量最少啦。这弄落，这来弄落吼，来你先切一块看卖。爱试咸正。因为一摆吼，无共摆煮的迄个，就甘甜啊，就甘甜啊。来，啊，这个鸡鸭罐的汤吼，我汤嘛老了啊。咱先掺水，卖掺多啦，因为咱这脆鸡足甘甜嘞。咱鸡鸭肉掺足多啦，搁是掺。做无人就安尼好啊。咁咪上简单啊吧？足简单的啊，而且来，这两我不要做的嘛。别的，哎。我倒，安尼拉。唔是，安尼袂焦啦。我来，我讲，唔是安尼袂焦，无啦。我讲你手爱去安尼，安尼，有啊。会得，唔知啦，哎。你那无咧拉，你拉。不舒服呢。啊不，我改一个，来，我改一个。你在做啥？安尼嘛是会当用来啊。增加感情温度啊！你看，其实嘛袂歹吼，三不过时袂歹。你我讲你手起来，安尼啊，观众啦，唔知你手起来。啊对，来，换边，这手啦，换手，换这手。你是有正常。后边的拢发气真来着，莫我试嘛，我唔敢安尼。我试嘛，买咱做一集安尼啊。可以弹掉，袂使啦，起码我安尼，可以弹掉。哎，俺个人用手会较好吧？用手嘛会使啦，但是其实咱量无多，安尼甲它来掉啦。要豆油吗？那你若要淡豆会使，一丝仔就好。哎呀，真的最简单嘞！一丝仔就莫多。来。因为咱这鸡啊已经有咸咯，啊，迄个咱个掺迄鸡啊汤了啊，所以像一般种的脆鸡啊吼，市面上咧卖大部分拢会
甜度就有够。多这甜的。对，所以你芒果掺糖就伤甜。哦，那个来了，较简单。等下个等都吹掉啊，水改好啊，吹开掉啊。那个没伤大。喂，你吹到等下迄汤切袂出来。哦。这等下，贝就吹开。煮落几吧吼，我为什么会惊伫咱迄个水好了，你搁提出来讲者，因为可能即摆人食会酸掉足多啊，反正会今仔来食叫外口的，吼啊无来去辉哥啦，啊无来去食餐厅啊啥物，啊已经袂去古早料理啊，已经食久毋捌食到这道料理了，哦已经袂去。以前我感觉都市人较少食到这料理，所以学开始最好的。对啊，物件好简单啊，所以吼，我是讲会惊伫节目当中佫做一个这道菜，互你大家看到朋友会佫想到。这2天咱若有出门吼，来去超市，还是讲咱来去菜市啊，看到猪店来买一罐猪肉，吼啊来买一罐咧鸡仔罐，啊当下佫。无得甲挑食的囡仔嘛爱食这样。这囡仔安那挑出几项菜一定要食的。所以妈妈拢安做，囡仔食看嘛。对啊，甲煮起来佫回味者，以早的迄个。来，安尼足简单的，甲切落去，外口，赶快炒两杯水调落去，安尼等下随时要食就有。好咯，跳开咯。跳开咯！你创啥物啦？跳开咯！几把好吗？讲定高跳开咯，唔是叫你跳开啊。我心就嘛跳开了。几把好咯，来啊，快点！哇！你啊看，敢若看到这我足想要来一碗白饭的。敢若这个汤吼，搅饭就好，食咧2碗无问题。这应该嘛咱搅沙米。沙大米。系沙大米啊个淋起哩。会使淋起哩啊。淋起哩。淋起哩，会使。你有啥物感想无？什么感想？没搞不？不是啊，这道菜是咱台湾两个无。Oh my lord！ 想到我就目屎流目屎滴，我想到你以前过苦日子，我毋捌陪过你行过一段苦日子，因为我细汉毋捌食过这种，我是食猪排，啊搁食不了你。莫讲。无啦，其实吼，今仔真正像我头拄仔讲的，佫想要甲这样菜，佫伫咱节目中，佫迄个提出来做一届，伊就是要互咱所有幸福好主编，咱在观众朋友。大家看到这道料理，会去想到以早一个生活艰苦怀念的代志，对，因为即摆变成一道菜，已经足侪感情伫内面的啊。这个鸡仔肉、古早味的鸡仔肉啊，大家这2天这阵仔留闲，搁甲做一届啊，回想一下以早的3顿拢食鸡仔肉迄种日子，嘛袂歹啦，感觉鸡仔肉，今日来，吹起来。